大家好，我係趙瑩瑩，香港朗廷酒店客戶關係及朗廷會經理。我由空中服務員出身啦，呢段經歷咧令我深深愛上咗對客戶服務呢一個角色。之後啦，我希望更加多嘅時間留喺香港啦，於是決定放低行李箱，成為一個酒店嘅營運者。酒店係大部分旅客到香港後第一個到達嘅地方。我希望以最真誠嘅態度，代表香港送上最熱切嘅待客之道。作為土生土長嘅香港人，我唔單止熱愛本地文化，亦都不停發掘新事物，希望將呢一座多元化嘅城市介紹俾全世界嘅旅客。我記得有一次，一對日本嘅情侶嚟到酒店入住啦，我根據佢哋嘅喜好咧，幫佢度身訂做咗一份香港嘅行程。除咗一啲邊度嘅景點之外，咁我仲介紹咗我私藏嘅隱世小店啦。因為香港最特別嘅地方就係每一間小店都有佢哋獨特嘅故事，充滿香港嘅人情味。我會繼續努力，令每位到香港嘅旅客都有難忘嘅體驗，為佢哋創造獨特嘅美好回憶。